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佮来到新的一个主日。今仔咱伫遮三合见面，伫遮三合来敬拜主、侍奉主，求上帝甲咱同在，求圣灵的感动伫咱当中，同感一灵，借着神的话语来鼓励咱、帮助咱。互咱更较明白伊的旨意，知影伊的带领叫咱同在，感谢主。现在仍然伫疫情当中，但是感谢主，菲律宾的疫情比以往减少真多咱也毋通袂记得为着四周围的国家。到地区来祈祷，或那是被这疫情所搅了的心灵，拢真不足真担忧因的生理、因的身体、甲家庭，求上帝怜悯。无论你现在伫什么款的情况下面。你的处境如何？你着知影，上帝无离开咱，上帝甲咱同在。借着主耶稣来到世间，咱有法通接受伊，是代表伊甲咱同在，使咱永生，使咱永远的盼望，并且耶稣。来到世间，就是代表上帝甲咱同在伊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无管你伫什么所在，身躯的软弱，或者是孤单，你毋免惊，主无离开你，主要安慰你，主的使你，互你平安。咱三个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多谢你。阮虽然还搁伫疫情当中，世界有偌侪人受到这疫情的影响，身躯会变痛、软弱，生理工作的在困难问题，求上帝你施恩怜悯，当因在经历这困难了后。互因心内更较有力量，有迄个平安，有快乐，帮助因来经过这个代志，互因的生命更较有力量，信心更较强壮，互因靠着主的恩典来行这人生的道路。上帝无离开因，上帝无离开阮，无放杀阮。阮感谢主，阮拢是你的囝儿，你知影囝儿一切的需要，你拢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方法来帮助阮，来安慰阮，鼓励阮。感谢天父，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位的兄弟姊妹，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是检查你的心，检查你的心 ，examine your heart。咱逐个人啊，咱的身躯加少拢有发生问题，但是咱需要医生。主耶稣捌安尼讲，伊讲有病的人才着需要医生，无病的人毋免用医生。问题是，咱世间人拢犯了罪，咱的内心拢有病，咱需要耶稣这位大医生来医治咱，来拯救咱，好叫咱有一日永永远远、健健康康，甲上帝同在，这是咱所盼望的。但是真侪人常常每一年拢去验身躯，验身躯，检查伊的身体内面有啥物毛病，都将软弱身躯跩病痛治去。但是呢，真少人有去检查咱的内心啊，无呢？咱会晓检查咱的身躯，会检查咱的迄个心脏，但是偌侪人会晓来检查伊心灵内面的病痛。心灵内面的问题也无，咱每一个人拢着检查咱家己的内心。耶稣讲，咱伫世间啊，咱拢有软弱，人拢有弱点，但是咱人常常无看到家己的弱点，常是看别人的弱点较多。将别人的真小看的问题看真大，但是家己真大的问题看真小，甚至煞无去注意。所以耶稣就指出咱人的这个弱点。伫马太福音第7章3节到第5节，耶稣安尼讲：恁毋通论断人，免得恁被论断，因为恁怎样论断人，也的确要怎样被论断。恁用什么量器量度人，也的确要用什么量器量度恁。为什么看见你的兄弟目睭内有刺，却无想到家己目睭中有梁木呢？你家己目睭中有梁木，怎样对你的兄弟讲，互我摕去你目睭中的刺呢？你这个假冒伪善的人啊，先去掉你家己目睭中的梁木，然后呢，才会人看清楚，通来去掉你兄弟目睭中的刺。耶稣讲的这个论断是什么呢？是审判，还是定别人的罪的意思？做这个天国的子民是要按照真理来审慎明辨、分别是非，正亲像腓立比书第1章迄搭所讲的。但是咱每一个人拢有问题，拢有罪过拢是一个罪人。咱也袂用咧代替神去审判别人，去定人的罪。世间人拢欢喜去论断别人，是因为什么呢？因毋明白家己是甲别人相同，也是伫上帝面头前是一个罪人。有真侪软弱，咱有真侪罪过，家己却是无觉察到，
看袂到家己的软弱甲罪过，咱就求圣灵来光照咱的内心，互咱家己看到家己的弱点，咱就先检查咱家己的行为甲咱的内心，动机咯、思想咯，才袂抵到论断别人讲别人的弱点，无发现到家己的弱点，看见家己兄弟目睭中有刺，却无想到家己有梁木。这个刺是讲到这个茶会互茶串茶串真幼真细的茶串，有时咱无小心去插着，或者咱咧甲迄种咧咧甲猪的时阵，现在餐馆的有一间备办好的，一间猪，咱有时摕迄个猪，甲你掰开了后，咱爱甲你安尼开开咧，若无小心，咱的手也去插着迄个茶片茶刺真疼，插入去皮肤内面。所以这个刺哩，茶迄个刺是讲到真细是讲到人，比如人真细会计犯甲毋对错误。那迄个梁木哩，是咧起厝的时阵，真大支的娘木大支的茶圆咧真大支。那么是代表什么呢？人，譬如人家己犯真大的错误，也是罪过的意思。问到若看见家己的兄弟有这个刺，就咧批评论断但是家己却有真大的问题伊却看袂到常常是批评别人真细的弱点就亲像法利赛人，耶稣讲到这法利赛人常常是批评别人的毋对，却无看到家己的错误甲罪过的所在，所以耶稣称呼这法利赛人叫做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就是内心并毋是真正会好外表装真好、真神圣真有追求很像圣人一样看到可能真虔诚的、真敬拜上帝，这是外表最讨人看，但是耶稣讲，因为内心却毋是安尼。这款的人叫做假冒伪善的。那么这款的人呢，常常咧批评论断人有一日别人也是会论断伊。毋但安尼，将来伫上帝审判的时阵，也是会评判咱。伫上帝圣洁甲公义的面头前呢，咱也要受神的审判。所以咱就非常的小心。第二点讲到圣经甲咱讲着保守咱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是对心发出的。这是箴言第4章23节，安尼讲，伊讲你着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来。即来讲一切，赢过保守一切。咱伫地顶有真侪物件，咱所欢喜的、咱所爱、咱所保守的物件比如说像手机咯，咱厝内的真上的车咯，咱保守真好势，但是咱人却袂晓保守咱的心，真少保守、省察、检查家己的内心是怎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心真重要，一生的功效拢是对这个心发出来。
咱人的心脏啊，伫身体内面吼是真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医生逐摆考劝咱要注意这个心脏的这个健康，要注意一个血管流有好势，是毋是去塌咧？所以咱着怎样食物件着小心着食药着小心，着食维生素咱着体操，互身体健康、心脏的健康。古代的人咧拍箭常常着用一个铁甲这个穿铁甲衫甲盾牌来保护伊的心较袂伫拍箭的时阵，互人插着迄个心若受伤咯，这个人大部分就无咯。那么圣经伫以弗所书第6章14节提到什么呢？就用公义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咱这个形也就是着保护咱这个心，真重要。因为这个心若无保护呢，受到攻击歹去那么会影响咱的人生咯。所以所罗门伫箴言第4章23节伊要人着保护你的心。但是咱讲的这个心，是跟肉体讲的这个心呢，其实毋是。所罗门所讲的这个心，是讲到咱属灵的迄个内心、心思意念在心。这个心毋是指肉体的这个心脏，乃是指到咱灵内面的 inner being， 咱内在迄个灵的全部分。所以咱灵的全部分，你就是你，所以是你，乃是因为你内面有各款各样的物件综合，毋是说会看见的器官，乃是你内在的一个属魂的作用。咱人的身躯有分身体、肉体，有魂有灵灵魂体。灵是交上帝接触交通的。当人犯罪的时阵这个罪就换做咱甲上帝的交往接触交通。所以这个灵是交上帝接触的。当咱信主了后，这个灵内面的生命搁再通咯，咱互人甲上帝交往祈祷交通。那么这个魂是指什么呢？魂就是指咱内面的这意志这思想这感觉感情心智是心理是你的想法 idea， 是你有渴望什么物件是你有激情 passion， 你灵魂一切的活动，拢就是魂的作用。我就是属体身躯咱这个灵叫魂伫咱人的内面这个魂灵是叫上帝接触，魂的是咱借着魂这个肉体叫人接触那么这个魂伫这个肉体内面的一个表现，就咱所讲的怀意志咯、思想咯、感觉咯、感情咯渴望咯在渴望知识咯，各款的在思想咯、思考咯，在物件那是属魂所以这个人你若是只要有肉体，你对着人你要戆戆看袂讲话，这个人较呆呆别人就说你这个是失魂的人就是行尸走肉就是这个肉体伫咧行路但是你内面外面无这个表情，无感觉，无感情，无智慧，无这物件这个人就有问题咯。所以心脏伫身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器官，人好好保守。但是圣经叫咱要好好保守咱的这个心，因为这个心
也就是魂的作用，伫生命当中内在会做传播。所以圣经就叫咱着好好来保护伊赢过保护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做人的功效，乃是对心发出来。那么第二点，咱要讲的就是咱这个常常咧祝贺人啊，中国人真爱祝贺，对于别人的祝贺，讲恭喜哦，发财哦，万事如意咯，心想事成啊！你心咧想，代志就会成功啊！其实这句话吼，这个咧足远的话内面藏着危机啊、危险的所在啊。因为你想摆，换等这个心想，代志就成啊。换等这个若是真正有这款的力量啊，那么咱人实在真可怕了，真可怕了。怎样可怕呢？因为你想做什么哦，就会变做什么啊！因为心想事就成了啊。可能你心想你想做亿万富翁，或者是想做总统，或者是一个明星歌星，有可能你的心内充满着各款的心思，想到要得到真侪钱财，我要害某某一个人，要劫某某一个人，咱若是心思事情，若是会成功，那么咱可能是诚做杀人的凶手咯，还是贪官污吏咯，还是跋筊仙咯、水雷仙咯，还是做黑社会的老大咯，也可能诚做咱一生规伫监狱内面，或者一粒清酒就叫咱乌合哀哉了，就是无咯。所以心想事成啊，重点是这个心伫咧想什么。人的一切活动啊，是先伫内面心的活动，然后伫体这个肉体顶面的活动，先伫心内面起作用。心是咧苦思中国古早有一句话：“心者，人之器也。”一个心啊，是咱人活动的个机器啊。所以咱就注意保护这个心，因为心你若是唔对，心若是歹，你的行动也就会变歹，会做歹。所以雅各书第1章第14节、第15节安尼讲，但是各人被试探，乃是被家己的私欲牵引游侠了。第15节。私欲既然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然来长成了，就生出死来。这是雅各书，甲咱讲这个罪叫这个死是怎样来的？约伯记第31章第9节安尼讲：我若受迷惑，就是你的心受到迷惑。来向这个妇人人起淫念，哎呀，看到这个妇人人，你就想歹了就伫伊的厝边的门口咧蹲伏，就是徛咧遐咧等。你若是内心想歹要做向这个妇人人做歹代志你心安尼想，被迷惑了，那么你可能就会伫伊的门口伫咧等机会了，徛咧遐咧等机会。咱昨仔所读的约伯记，叫这个雅各书，这两个所在经文当中，一个名词，一个事故这个事故就是试探私欲、引诱、迷惑、淫念全拢是心的作用才有可能生出罪的行为出来。一个人对一个妇人人想歹去，那伊就
徛咧别人的门口咧等机会做歹代志，机会来了就行动出来。圣经甲咱讲，咱人的心啊，比万物都较诡诈。什么是诡诈呢？就是恶毒的心啊，真歹啊，佮想起歹的代志、害人的代志啊。耶利米书17章第9节安尼讲：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歹到极点。上啊会捌透呢？讲咱人的心哦是歹啊到极点啊，诡诈到极点，上啊有法通捌透啊！所以咱中国话，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虎画皮难画骨。啊，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咱捌人伊的面啊，你的面哦啊，也凶，还是也瘦，还是也肥，捌伊的面啊，捌知人知面不知心，唔知影伊的心啊。好，所以呢，伊讲笑里藏刀，哇，真危险哦！面顶啊，甲你笑咧笑，其实后壁哦，摕一支刀咧哦，要甲你插死啊！系啊，所以吼。咱人只会晓看外表，袂晓看内心，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较诡诈。咱要知影这个世界真诡诈，有真侪罪恶呐。咱逐日踮报纸咧，或者是踮新闻咧，踮电视机看去，世界上充满了谋杀啊、凶杀案、仇杀案、毒杀案啊、强奸案啊、淫乱诶。啊，卖淫的啊，嫖娼的啊，乱伦的代志，贪污的代志，绑票的代志，撕票的代志啊，抢劫的代志，恐怖的代志，就欺压的代志，暴力的代志，受婚的代志，弯道的代志，散播谣言的代志，散播这个毒品的代志，吸毒的代志。制造毒品的代志，卖毒品的代志，啊，贿赂啊 ，bribing 的代志，等等等等讲袂了。所以世间啊，充满着罪恶啊，是对倒落开始的，都是对心、人心比万物拢较诡诈。所以箴言第23章第7节安尼讲，因为伊的心怎样来想。伊会做人就怎样啊？即句是互咱真清楚的看到，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人啊？是好人啊，歹人啊？是善的还是恶的啊？你看伊是怎啊想，因为伊内心是怎样来想代志啊？伊的做人就是怎样的。即句话意思就是人的心，人的这个生命的质量如何是好。歹的质量，处决伊啥物啊？决定伊的内心的状态，伊的内心的情形怎样来决定伊做人。也就是讲，你会做人好还是歹哦，是看你内心是想啥物。所以人的心啊，真重要。一个人，你如果是规日咧想讲迄个色情的代志，那么。规日伫咧想，那么伊的目睭啊，就想要看遐色情的代志；伊的耳啊，就要去听遐色情的代志；伊的嘴就要讲到遐色情的代志；伊的骹就要行入去遐色情的代志所在。因为影响是遮尔的大，所以咱人随便啊祝福人啊，说愿你啊心怎么样？心想事成，心想事成。你若祝福人安尼啊，甲人祝语吼，若讲到安尼吼，这个有时真危险啦！啊，你互这个人吼变做三车四车，就是带几人的某啊，因为有的人的内面会想歹去啊，想入非非，那么伊就是做的也是。真歹的代志，啊！有人咧讲啊，咱遮下乡的 security guard 吼，
有时定定坐咧遐，无啥物代志，咧过门，啊，伊头壳内面啊就咧念着咧转，可能想入非非咯。有个人啊，可能毋是三车四车，可能是外面有夹密，无一定。所以有可能是即款的情形。等伊个心若去想歹去，那么伊个骹行诶，也是行歹去，行歹路。所以圣经教咱着保守咱家己的心。咱要怎样来保守咱的家己的心呢？头一项，咱着先求圣灵来光照咱的内心。咱祈祷当中，咱家是可能毋知影，咱求圣灵用伊的光来光照咱来，互咱知影咱的弱点伫倒，咱的心思意念是啥物？原来是暗藏污秽的代志啊！咱就求神赦免呢，咱将这暗藏的清除出去。有时咱无法通控制，什么时阵或暗藏的思想来，咱就随时甲你动出去。求神用伊的力量甲你动出去，无按去想怀，无去惊怀，立刻清除，免得跩物件。伫咱的内面，愈积愈多，愈积愈多，就圣经讲就是正做胎了，成了胎就生出罪来。咱这个囡仔要伫个怀胎的时阵，慢慢地大，就生出囡仔来。咱暗藏的思想，咱来伫咱的内心的，但愈来愈多，愈积愈多，变做歹代志出现。所以求神怜悯第三项，咱就怎样呢？咱就欢喜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诗篇第1篇第2节安尼讲：独独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每日思想，这个人就真做有福气的人咯。所以咱就读圣经，思想圣经的话语。因为圣经的话语是真做即款的力量，是咱骹前的灯，路顶的光，也是咱心中洁净咱内心的即款的力量。诗篇19篇第7节、第8节安尼讲：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有法通苏醒人的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有法通通戆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有法通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有法通明亮人的目睭。所以神的话语充满着力量，是有这个洁净的功效。所以人的心常常思想神的话语。伊就内心就少存在怀污秽漏常的所在的物件，互咱的心思意念就清气了。所以咱就思想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互咱这个人得到上帝的保守。那么伫圣经当中第3点咱要讲的。就是伫加勒太书第6章第1到第5节迄搭讲，信徒个人的责任，对兄弟姊妹责任，交要怎样帮助别人有问题的人。所以保罗劝伊说兄弟若有人谣言是臭土坑，谣言互假犯所胜，恁属灵的人。就着用温柔的心，将因挽回过来，又着搁家己小心，惊恁也皮引诱。所以即搭甲咱讲什么？信徒着想办法挽回来将怀有假犯的人，甲你暗来在互罪所胜的人。用温柔的心将伊甲你夹倒来。说有人谣言皮假犯所胜，在犯罪罪毋是故意犯罪，是
软弱的时阵，咱无小心的时阵吼，做毋着代志。所以这个牛年呢，毋是惯犯的，惯死来犯出罪恶的。牛年互人引诱去，才犯罪。伊若犯着罪，心内真痛苦、真忧伤，心内无平安啊。所以保罗知影这个加勒太的基督徒当中，可能有一家人哦，信徒被过犯所胜的性格。保罗并无说你着将罪赶出去，无搁再留咧伫教会内面。保罗无安尼讲，保罗乃是毋通用罪过犯罪赢过伊的罪来继续存留伫这个兄弟的内心，犯罪继续伫遮伫伊的生命当中得胜伊的这个状态，你将罪解决啊！有诶可能会看去教会当中有诶人时间啊，遮看去伊罪毋对，就批评论断就责备，并且无甲伊来往咯。保罗无讲安尼啊，伊是讲这罪伊毋是故意犯罪，伊是偶然无心的这个失败，还是伊偏向伊过的错毋是真正的迄个罪行啊，毋是为着要推脱伊的责任。保罗伊讲说，恁得用听心，甲你挽回过来。挽回过来是啥物意思啊？咱就一个人跋倒一骹一手了，还是脱轮咯，真痛真痛苦袂等等，伊就想办法将伊这个轮都甲你请入去，归回原状毋是破坏因，而是将伊挽回过来。所以咱的目标这样对待，就是得用挽回来恢复交上帝美好的关系，恢复交上帝伫爱的团契，伫教会的团契内面因为这个脱节都敢请了，归回原状。所以你属灵的人就做这款的工，将怀偶然被罪恶所过犯所胜，就敢挽回过来。那么教会当中有什么款的人？就是怀属灵较悬的，有品德的兄弟姊妹有好见证的有追求属灵的代志有这个真灵敏的测验分辨是非的能力的在基督徒就为因祈祷，将伊带到教会，带到神的关系当中来。这是咱的责任。所以圣经佫讲，咱着彼此担当重担，讲重担来担当咱家己。另外一个所在，佫担当咱家己的担即搭讲两项担，一个重担，一个家己的担，这是什么意思啊？圣经安尼讲，第2节安尼讲，恁各人的重担，即搭是重担，着互相来担当。若是安尼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了。到第5节就讲各人的担必担当家己的担，即搭讲到家己的担子。所以即搭讲到说，恁各人的重担是真重的担，着互相担当保罗是讲到有一家教会一家人无小心犯罪伊抵到真严重，伊的状态真严重袂食袂困，心中真烦恼真郁卒，真灰心丧志无法通徛起来所以咱着怎样来帮助鼓励伊佫徛起来，互伊发酸的手真软的骹法通徛起来那么有安尼做呢？保罗就是恁安尼做
就是完成了神的律法咯。各人安尼做，就是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呢？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啊？基督的律法咯，就是甲人讲，耶稣甲人讲说，我赐予恁一条新的命令，乃是要叫恁彼此相听。我怎样听恁，恁也着怎样彼此相听。恁若有彼此相听的心，众人外邦人就可能因此就认出恁是我的门徒咯。咱要怎样为主做见证啊？咱是着彼此相听，才可能为主做见证。这是耶稣基督的律法。咱会胆看见兄弟姊妹有脸互罪犯所得胜，咱就用听心、用温柔心，甲你挽回过来，挽回过来，甲上帝有美好的交通，继续有迄款密切的关系，甲教会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保罗的苦劝。但是伊在讲到说，恁会担家己的担，就担当家己的担，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怎么重担是真重的担？这个是家己的担，这个家己的担是指到将来基督徒有一日啊，伫末后的时节啊，咱逐个人都要徛伫基督的台前，要受检查。受检查，伊才是基督的台前，是信徒着担当伊家己伫世上的行为伊的行为，伊会做人，伊会做一个基督徒。若是有美好的见证，为主发光，将来要得到赏赐。若不然呢，伊要为着家己的担着担家己的责任。所以即搭是担当家己的担，就是担当将来伫上帝面头前受审判的时阵迄款的责任。这个担。这个担，所以咱会分清楚，在了后所以咱兄弟姊妹伫教会当中，咱就想到咱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咱是肢体身躯内面的各部分，叫做肢体鼻、喙、目、睭、耳嘴、骹、手、跩各款的肢体。那有这个部分这个肢体受伤了，咱逐个人皆袂爽袂快活，咱就想办法来医治好。离开这个突轮呢，就甲恢复；骨折的就甲你接来，互伊归回原位，就是回到神的家中，回到神的属灵的团体内面。所以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咱就完全了基督耶稣的律法咯。这个律法是什么啊？是爱的律法，是听神、听你的厝边的这个律法。所以求神帮助咱伫主的内面互相帮助。那拄着种个有软弱的兄弟姊妹，为因基督苦劝因，互因活到耶稣基督的听中，甲教会的团契当中，毋通用论断、批评，甲破坏伊的名声，乃是用爱来为伊基督挽回。咱三合来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多谢你，借着今仔的信息，搁再一摆提醒阮信主的人是伫耶稣的身体内面的一个肢体。阮伫肢体当中，有人软弱跋倒，有人互罪恶所伊的过犯所胜得胜。阮属灵的人，教会兄弟姊妹，得为伊祈祷，来为伊来帮助因，互伊活到伊原来的位置，伫神的家里应该享受的上帝爱的团契，互伊灵内面继续有迄个力量。来为主发光，来荣耀主的名。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